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咱正前金门2个钓客失踪，去中国救起来，昨其中一个已经返来金门，另外一个因为伊是军人的身份，爱留伫中国接受调查。李桂单有电视表示，家属望讲会当先过去中国来才有看，会阁向中国来提出要求。非常谢谢你们，非常谢谢。进前金门姓吴甲姓吴的钓客出海钓鱼失去联络，和中国海警找到滞留真侪天。23中昼12点外，双方伫金泉航道的水域完成人甲船的移交。伫无啊穿救生衫姓吴的钓客顺利坐顺风艇返来金门了鹿港，甲厝内底人团圆。另外一个有军人身份的姓吴的钓客是依原留伫中国。着急等待吴妈妈看到囡仔返来流目屎，母仔囝将有团圆啊，也感谢各方的奔走甲协助。你还好吧？还好吧？还好。身体状况还好吗？没有啦，没有啦。姓吴的钓客顺利返来厝的，食妈妈传的这个迪卡米线。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讲，这是两番增加善意的开始，也希望另外一个姓吴的钓客伫完成相关的调查程序了后，用尽紧返来厝的。另外，后生留伫中国的吴妈妈也赶到现场，表达想要到中国看囡仔要求。希望说大陆那边能够说通融，我们能够加入去探视他啦。我们现在就是为说，因为没有看到人，毕竟心里还是会不安呐。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先协助探望需要一些药啊、衣物啊那我们相信他也是受到很妥善的照顾。那如果调查还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可以我们的民意代表先过去跟他探望。对着外界质疑，甲中方是失去联络的状态，海巡署强调，甲对方一直拢有保持密切的联络。另外，也未转来姓吴的钓客会继续甲对方相关部门来联络，希望因尽紧来接转来，甲厝内底人团圆。今天从这个对岸的这个船只接回我们的无锡民众等一下波特船也会回来，就表示说我们跟对岸其实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伫马祖基公乡有渔民出海时发现一只无人的已经并船的中国渔船，已经向警方甲马祖海巡队报案。为了保存船内物件，先甲船体刷到相关保管厂，等待失主来认领。真罕的看到这种捡到船的事件，就正是两岸敏感的时期，也正做当地舆论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对于2007年开始举办的地球1点钟观电会活动，已经推广到全世界。将全球真侪出名的景点，拢关电火1点钟来响应，希望会当提起众人关心气候变迁、减碳救地球。澳洲雪梨歌剧院规个黑暗暗，响应地球1点钟的关电火活动，真侪国家的知名代表，包括日本的东京铁塔、甲印度加尔各答的考拉大桥，规个拢暗来。世界自然基金会23办全世界上大的自发性公益减碳活动，关电火1点钟。In short, we have no time to waste because right now we are facing two major emergencies: climate change and also the biodiversity loss. 基金会2007年伫咧澳洲雪梨第一遍发动自发性的关电火活动，继当年推扫到全世界各地，每年甲非必要的电火关1点钟。希望提高大家对气候变迁的警觉甲关心。Everyone can feel the urgency because the temperature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every year. We have experienced extreme weather every year, and it's getting hotter and hotter. 西班牙圣家堂伫咧各国游客注目之下，也甲电火关起来，同时也思考这1点钟的时间，会让各为地球做多一寡代志。主办单位希望大家甲社会各界立即行动，改变咱的生活习惯。制定减少碳排放，也守护生态环境。今年的活动大约有190个国家，900万人响应关电火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这电钱，确定4月要起价，尤其是这卖食店头，惊这成本上涨，可能嘛要阁起价。虽然讲这届经济部有宣布讲，农民、渔民、学校甲社会团体拢未起到电钱。不过商业总会是认为讲，这差价未当拢叫台电家己吞，建议来个变预算来补贴。
肉排甲卵伫个煎台顶悬，煎甲恰香讲讲。早餐店的头家无用双手无停过，1月开始就要起电机，互产业者才有感觉，因为冰箱、烘箱啊、冷气全部拢爱用到电，也可能带动食材成本起价。那未来假是挡袂调，也是要调整价销。老百姓也只能接受啊，但是我们店家也不可能完全吸收嘛，生意也不好做啦，尽量调整最少的幅度为原则啦。这摆电价调悬的平均幅度是11%，工业小店头甲民生用电全面拢起。全经济部评估，民生用电每个月用电700度以下用户占93%，差不多1250万户。起的幅度是3%到5%了后，每个月增加无到10块。按过民众有怨叹，薪水无起，不计说是什么拢起。电价涨，物价都每一样都涨，真的承受不了。物价也上升了，薪水却不上升，尽量都煮家里的了，不要再去买外食。原本公司的大学也真烦恼，一定该增加电费的支出。按过经济部宣布，包含农渔、校园也有社福团体，伫这摆起价当中有协免权。按过上总认为，这摆无起价部分应该台电阁吸收。我是认为这个部分应该交给各部会去做处理了。因为你不能说老是来扛台电的油啊。台湾社区病院协会是向政府发声，医疗机构甲社区团体同款重要，呼吁政府应该提出配套，唔通起医疗院所的电费钱。那这一次没有被纳入冻涨的行列，我们其实非常的遗憾。那我们是建议编列预算来指引，如果能够恢复做冻涨是最好。社区病协会表示，过去2年之间，医疗院所已经面临32%的电价起的幅度，因省电部分拢做啊，真歹用继续省电来减少电价冲击。而且病院是非盈利，健保给付已经7节8扣，地区病院有1/3伫本业弄了钱，若阁面临电价大幅度的调整，也对地区病院经营因讲是无比减率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今年3大甲钱有关系政策上路，电池要起，用项信息，囤房税2.07过要实施。专家有测上紧下半年的厝税，就会起5成。再来是《自由时报》，保险业上新的资本失足率 RBC 3月底公布，这影响到主管机关监理的强度，违反者会罚款、限制业务。甚至是处分负责人。去年到3间保险公司无达到标准。再来是联合报，罗西亚秘书区一间音乐厅遭受到恐怖攻击，上无有143人死亡。伊斯兰国的分部组织已经承认犯案，包括这开枪的4个凶犯已经抓到11人。咱来看咱国内高雄乌来一间阿鲁米工厂昨爆炸，2个泰国移工死亡，6个受伤。初步了解，迄当时工厂可能是当咧灌模啊，是控制系统出问题，降温的水量佫无够，无细力去剥掉阿鲁米才会爆炸。市府嘛要求工厂停工，罚30万。监视器画面记录到救护车甲消防车赶到现场。这个位于高雄乌来区中山2路的铝工厂，拜六早起发生爆炸。警消到的时阵，现场虽然无火焚烧，已经造成严重伤亡。第一时间8个人受伤，救治了2个人相当死亡。到拜六下昼2点，还有4个人大院。就很大声，就是爆炸的声音啊！然后出来看，对面就是黑烟啊。事发地瓦近台南，市府启动大量伤患应变机制，受伤的人分散高雄台南等病院。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取消行程，前往台南探视受伤的人。这个水量控制器的故障，而引发大量的这个铝液外泄，然后这个泄漏到这个蓄水池，而造成爆炸，因为这个是一个气爆事件，那可能会担心高温的气体吸入，同时这是一个化学性的这个制剂，也要担心会有化学性这个吸入性肺眼睛灼伤的问题。事故的原因技术是工厂水量控制器故障，造成大量的铝液外泄引起爆炸。劳检处已经下令现场停工，勒令现场立即停工。针对雇主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规定，
处以最高罚款30万元。造成2死6伤，业者透过书面会议咧，强调公司会配合调查，佮负起应该有的责任。根据了解，这间公司过去毋捌有过执照记录，毋过最近2年，捌因为空污、噪音、废气物等问题，互环保局稽查23摆，拢总裁罚6万。记者综合报道。那咱人若不幸有腰子病，上界痛苦的，就是一世人都爱洗腰子。即马嘛有真侪研究讲用猪的腰子换去咱人的身躯顶，解决这问题。这敢有法度咧？咱来看美国，因着宣告讲完成世界上第一例换基因改造猪腰子的手术，对腰子病患者来讲，确实会当讲是看到希望。So we announced today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first pig gene-edited kidney transplanted into a human living being. This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ransplantation. 记者会了后，参加手术的主治医生欢喜讲起，这个动物的腰子成功移植去人体手术。过去要做内脏的移植手术，要经过各种比对，符合所有条件才会当手术。这个病的病人史莱曼今年62岁，为2011年因为腰子的疾病开始洗腰子，2018年接受人类的腰子移植了后，再过5档腰子又搁衰竭，又搁开始洗腰子。今年患者互医生诊断是腰子病的末期了后，就建议移植猪的腰子。手术是隆重用4点钟完成。And we chose what's called the Yucatan mini pig. This is a pig that's fully grown is about 150 pounds. And the reason we chose it is that fully grown, the organs are correctly sized to match with humans. 病院表示，要移植的猪腰子拢总改造69个基因，去除对人体有害基因，避免对人体产生排斥反应。到时阵嘛，消灭有可能传染予人类的猪的病毒。医疗团队佮捌用这款猪腰子移植去狗的体内，其中上成功的病例活超过2档。另外，病人嘛爱用药厂开发的刺激药物，防止免疫系统排斥猪腰子。Upon restoration of blood flow into the kidneys, the kidney picked up immediately and started to make urine. When we saw the first urine output, everyone in the operating room burst in applause. 这嘛是全球头一个成功甲动物腰子移植去人体病例，过去有2个猪的心脏移植去人体病例，虽然手术成功了，也不过病人拢伫手术了后2个月内死亡。CNN 报道，美国平均每一天有17个人因为等待移植器官死亡，其中上欠缺的器官就是腰子。等待换腰子的人有将近89000人，却只有27000粒腰子会当移植。这个成功病例嘛，互全球等待换腰子的患者看到希望。恭喜新闻的是同朋友。咱交通部正前有定案，讲部分的交通违规无搁开放检举，而且搁免记点。路权团体昨是分别伫咧台北、台中、新竹甲高雄4个县市游行来抗议，希望交通部都爱剔案。回收马草案。因为不满行政院定义确定10项交通轻皮违规无开放民众检举，也无记点，路权团体伫立法院前因出行动局举行大游行，以围剿来定抗，高大声喊改善道路工程规划配套措施，建立回混制度，改革交通执法，甲要求退回修法草案顶考核抗议行程，用路保障权益讨退路。记点这个东西是淘汰不适任驾驶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我们贸然把它取消的话，其实是重放路上的违规。如果今年的交通死亡人数不能够比去年、前年再降低5%，如果今年的交通受伤人数不能比去年、前年的受伤人数降低10%，请问赖总统，政治责任谁来扛？路权团体表示，台湾连2年道路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受伤人数更较超过50万。大家安怎会当对这款的数字无感觉？真侪车占用人行道出入口障碍车规定，竟然拢袂当检举，警方也无强烈执行，造成障碍车不便甲无安全，所以要求撤回修法。没有障碍者，只有障碍的环境。在今天台湾的环境真的很不友善。除了海路渔民游行计划23暗伫台北、台中、新竹甲高雄等4县市，公布举行悼念步行活动，毋望政府重视台湾交通暴力带来的集体创伤甲痛苦。对此，交通部表示，4月初1了后会举行相关公听会，相关团体会当参与表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
文化部甲国家人权博物馆昨伫咧金尾人权园区举办政治受难者对视纪念会。文化部长苏德是强调，园区的受难者纪念碑自2014年到今，经过长期的调查，已经增加到12000人。嘛，希望大众会当对白色恐怖的历史有更加深的了解。一人手提一支笔盒花，做伙来到政治受难者纪念名录头前对视献花。国家人权博物馆23举办政治受难者对视会，今年邀请伫倒在叛乱案当中被枪决的受难者张秀旺的后生，来分享这段过去厝内一直唔敢讲起的阿爸的故事。在整理整个母亲的衣物的时候，发现一个小木盒子，一共140几封，里面。从里面发掘到一些爸爸跟家庭的连结。家属在整理阿母遗物的时，才发现阿爸在生所写的批。伫咧中研院和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协助，才总算知影阿爸的死和白色恐怖有关系。文化部长表示，记忆反省和恢复受难者的名誉，拢是遵循正义非常重要的事工。未来也和人权馆继续拍拼，让愈侪人了解白色恐怖的历史。以及理解我们过去前辈是为了对内的压迫的牺牲，而要转成我们今天对外避免台湾受到压迫的勇气跟基础。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在这个对诗典礼上，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联官苏德嘛表示，人权馆的纪念碑名录对2014年启用到今，经过研究调查，已经对原本的7000多个名增加到12000个。纪念碑也会做调整工程，说来人权馆嘛要起新的电视馆、电状大楼等等，这个工程拍算会对4月开始动工，希望会当让人权馆的功能愈较长。记者卢尚珠、谢桂林、新北报道。在地消息来看，昨早起伫咧宜兰罗东广兴派出所边啊，一台分霸铁架车去撞到路顶，连带去撞到派出所的枪柜，加载是无人受伤。军方表示，这台铁架车是为着要闪一台脚踏车，才会去撞到，卖负责赔偿。路顶的条仔柜的歪去，倒向边的派出所，外墙也去扫掉，原来是互这台分霸装甲车所冲撞的。反正一声真大声啊！我拄好徛伫遮做工课，我就看伊安尼弄我电话条。他第二台声音很大声，然后来不及刹。开太快了。太快了。店家讲，迄当时听到声音惊一跳，想要到肇事的是一台国军的分霸装甲车，好加在无影响其他人车。23早起6点半左右，这台属于陆军陆军团南洋地区指挥部的分霸8辆甲车，当咧进行例行的战备征询。煞伫经过宜兰东山乡广兴路甲永兴路二段路口，疑似为着要闪自轮车所发生意外，也扫到边仔罗东分局的广兴派出所。因闪避骑单车民众不慎擦撞路灯造成损毁，单位立即主动通报东山乡公所，将负起后续赔偿维修事宜。陆军第6军团表示，相同的事故发生了后，无人员受伤，也随通报相关单位，各会负起后手的一切赔偿、维修责任，也会加强要求所属部队执行任务时的安全控管。另外，确实出代志的原因，警方也当咧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伫宜兰台铁的大溪4城站到宜兰站，昨电线桥头前断去，造成号机顶故障，火车慢分。昨中昼嘛已经修理好势，警方目前搁咧追查这个头前电线嫌犯。即马人讲管者，因为好处故障。林高都号机故障，敢若使用人工管制方式，指挥车通过，避免发生意外。代替东正线4城站到宜兰站23透早铁路电线互加断，有3个并高都号机大乱，列车经过这个所在，拢必须减速慢慢过，造成慢分的情形。1384区间车大约晚11分。车站公布讲列车慢11分，延误班次是真多，为少要去花莲的民众，少伫柜台顶面等。代替统计总共30列次，3850名旅客受到这个影响。原本是要8点13分的区块就到花莲，现在延差不多20几分钟吧，有延误到了，不过没有对我们的行程没有很大的影响。那行车的方式还是
正常，只是在该区间。因为受那个电缆线被剪断的影响，那在通过该区间的时候，列车都会有所延误。台铁人员赶紧要把这个电线拢甲接起来，由这从加长的电线总共有61条的线芯，爱一条一条慢慢接起来。工作人员用4点外钟才接好，警方是到现场翕相收证。警方前往查看，地点是在宜兰市环东路桥下。发现电缆线有遭剪断，有遭剪断，没有被窃取走。警方讲，2礼拜前同一所在电线也不妨加长，也毋过毋是后期的电线，影响无大，是甲这摆案件有关系，也调查。已经甲监视器调出来看，介入可疑的对象，要用毁损罪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白沙屯马正乡昨中昼是进到北港的朝天宫。现场超过50万的信众朝明盛大，在半暝啊挂火圆满起驾回銮离落回宫。按算这2天要行超过200公里，一路搁拼回去白沙屯。经过6天用行行程，白沙屯妈祖的銮轿伫23中昼总算到婚林北港朝天宫。伫信众的话声中，妈祖銮轿伫庙埕三进三退，随即冲至朝天宫现场气氛，伫这个时阵达到上高点。庙埕客满信众虔诚向妈祖祈福，也宣告白沙屯妈祖进香行程已经完成一半。透过空中翕的画面来看，銮轿到的所在拢是满满信众甲香灯卡。晚中到朝天宫4块回客家旗，积极庙方估计人潮大约50万，创历年上济。今仔日入庙了，搁下晡赶入来拜，今仔应该会超过50万。妈祖无做无用的吼，爱家己顾家己吼。今仔天气较热吼，会去啉寡水哦。随妈祖来到婚林北港的信众甲香灯卡，也为当地带来商机。4块位店家虽然无用试试，也毋过煞一直讲这是妈祖带来的福气。今年是不是人比旧年较济？对啊，人潮就是商潮。对，有欢喜无？有啊有啊。白沙屯妈祖进香23透早为婚林土库起驾，进入北港市区了后。缀伫后壁人更加是长几啊公里，庙方表示，23暗举行进会仪式了后，伫24度的启程返回庙里，估计32点钟要行200多公里，会当讲是一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你厝内敢有用袂着单调又搁唔甘的物件咧？承德市环保局举办回收市啊，今年已经是办第2档啊，收到超过45000项的物件，希望提供予有需要的人。回收再利用，环保救地球。看起来阁正新的衫裤，看过的册，阁有囡仔上介意的布红啊，这拢是民众甲厝内用袂到的物件，摕来免费甲大家分享。一把没有用的就是自拍轮啊，这是帽子啊，然后榨果汁机啊，然后那个慢磨机啊。这些没有用的，然后就把它拿来让有需要的人使用，这样可以不用浪费，也减少废物。除了二手免费的物件，参大家交流以外，佮找来志工免钱帮民众现场修理歹去的电器用品，用实际的行动，希望来做环保。一方面可以维修到，就是满足自己的维修的这个欲望。然后也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去，就是延长他们家电的一个寿命。希望民众把家里可以用，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使用，或者说以后可能也不会再用的东西呢，就自主的拿出来跟其他的市民朋友分享。环保局指出，其实自2年前就开始，拢总举办过15场的活动，参民众分享的物件数量超过45000件，参加民众也超过2万多人。未来会继续鼓励民众用分享的方式来减少浪费地球资源行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下晡报天气啥款？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中部地区21度到34度，
南部地区21度到36度，东部地区21度到28度，外岛地区17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